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每日亮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创世纪36章第1节到43节。以扫就是以东，伊的细细记伫下骹。以扫娶迦南地的查某囝做某，就是赫人。以伦的查某囝雅代甲希米人这边的查某孙雅纳的查某囝阿荷利巴玛，佮娶以实玛利的查某囝尼拜约的姊妹巴十巴。雅代啦，以扫生以利法，巴十巴生尤尼，阿荷利巴玛生亚俄斯、雅兰、科拉，这拢是以扫的囝。伫迦南地所生的，以扫娶伊的某囝、查某囝，甲厝内拢总的人，甲牛羊，甲一切的精生，一切的财物，就是伊伫迦南地所得到的，去别个所在离开伊的小弟雅各，因为两个人所有的真多，袂通甲相徛起。因为因的牛羊多，所架脚的所在袂用屈。对安尼，以扫往伫西尼山，以扫就是以东。以扫的细细记伫下骹，以扫就是西尼山以东人的祖。以扫伫遐的囝名记伫下骹，以扫的某雅大的囝以利法，以扫的某巴十巴的囝尤尼，以利法的囝提曼、阿末、西坡、加坦、基勒斯。天雅是以扫的囝，以利法的细姨。伊拉以利法生雅玛利，这是以扫的某雅大的子孙。尤尼的囝是哈拿、夏拉、沙玛、米撒，这个是以扫的某巴十巴的子孙。以扫的某阿荷利巴玛是这边的查某孙。雅拿的查某囝，伊拉以扫生亚俄斯、雅兰、科拉。以扫的囝所生的做族长，记伫下骹。以扫的大囝以利法的囝有提曼族长、阿末族长、西坡族长、基勒斯族长、科拉族长、加坦族长、雅玛利族长，这个是伫以东地以利法所生的族长，是雅大的子孙。以扫的子孙流尼的囝有拿合族长、贾拉族长、沙马族长、米撒族长，这是伫以东地对流尼所出的族长，拢是以扫的某巴十巴的子孙。以扫的某阿荷利巴玛的囝有亚俄西族长、雅兰族长、科拉族长，这是对以扫的某雅拿的查某囝阿荷利巴玛所出的族长。这个是以扫的子孙，搁伫这是因的族长。以扫就是以东，这所在的本地人就是何利人。西尼的子孙记伫下底，就是罗丹、索巴这边雅拿、底孙、以撒、第三，这个是对以东地的人何利人西尼子孙中所出的族长。罗丹的囝是何利、希曼。罗丹的姊妹是田雅。索巴的囝是雅洛文、玛拿哈、以巴洛、色坡、阿兰。这边的囝雅兰、雅纳是因老爸这边的驴伫旷野找到温泉，就是迄个雅拿。雅拿的囝是底顺，雅拿的查某囝是阿荷利巴玛，底顺的囝是辛但、伊是班、叶兰、基兰。以撒的囝是撇罕、撒班、雅干。第三的囝是俄斯、雅兰、
对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伫下底，就是罗丹族长、索巴族长、这边族长、亚纳族长、底顺族长、以察属族长、底山族长，这个是对何利人所出的族长，拢伫西尼做族长。当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的大省，伫以东地做王来治理的，记伫下骹。比尼的囝比勒伫以东做王，伊的囝城名叫天哈巴。比勒死啊，波斯拉人贾拉的囝约伯煞做伊做王，约伯死，提曼地的人何山煞做伊做王，何山死，比达的囝哈达煞做伊做王，伊就是伫摩阿地太赢米甸人的，伊的囝城名叫亚维德。哈达死，马苏利加人松那煞接做王，松那死，河边的利希伯人索罗煞接做王，索罗死，雅吉坡的囝巴力哈南煞接伊做王，雅撇波的囝巴力哈南死，哈达煞接伊做王，伊的囝城名叫巴乌，伊的某名叫米希塔别，是米撒河的查某孙，马特利的查某囝。对以色所出的族长，照因的宗族所在，名字记伫下骹，就是天雅族长、雅列瓦族长、亚贴族长、阿荷利巴马族长、以纳族长、比伦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、提曼族长、米比萨族长、马基贴族长、以兰族长，这个是以东的族长，照因徛起的所在，伫所得的做业的地。圣经中的第一对双胞胎以扫雅各两兄弟，当母亲利百加在怀孕之时，上帝已预言其腹中有两国相争。果然，从出生开始，弟弟雅各总是要跟哥哥以扫相争。当然，除了弟弟雅各性格爱相争之外，相对的，哥哥以扫对满足自我肉体情欲的需要，而轻看尊贵长子的位分的重要性，因而在他打猎后身体疲累不堪时，被雅各的一碗红豆汤的诱惑，而出卖了尊贵长子的名分，失去了父亲对长子的美好祝福。今天的圣经创世纪36章记载以扫的家谱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和以扫在人性上的软弱上所带来的后果。今天的圣经创世纪36章第8节，以扫带他的妻妾、儿女和他家里所有的人，以及所有的牛羊和在迦南的财物，离开他弟弟雅各，往别的地方去了。以扫虽然失去了长子的祝福，但上帝仍然应许他的后代要成为一国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的应许是必然成就的，但是当人选择世界体贴肉体，就会对人带来很大的影响。虽然还是能够进入应许，但却从上帝的恩典之约中来离开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，然而以扫他却选择要离开应许之地，因此使他无法再得到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，更因此失去了救赎。以扫虽然他在以东作王，成就了上帝的应许，但他却不在上帝的应许之地，不在上帝的恩典之约中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以扫选择世界，体贴肉体需要，放弃长子名分而发生的。亲爱的朋友，
愿上帝帮助我们看重上帝的应许和祝福，赐予我们有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，更帮助我们脱离世俗的试探，持守在上帝的恩典之约中，领受从神而来的应许和祝福。